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理財葉師傅，我係 Gary Sir。今日係2026年8月3日星期一。今集同大家用約5分鐘，回顧返上個禮拜影響市場嘅大事，再睇一睇今個星期有咩關鍵數據要留意。先講美國，上個禮拜最受注目，當然係聯儲局7月議息。聯儲局維持聯邦基金利率喺3厘半至3厘75點子不變，今次以9-3通過。值得留意嘅係，有3位委員主張加息1/4，反映決策層對通脹依然有戒心。聯儲局話，美國經濟喺不確定性仍然偏高嘅環境下保持穩健，但通脹仍然高過2%目標。能源等行業嘅供應衝擊亦推高咗部分價格，所以市場短期內仍然要面對高息維持得更耐呢個主題。經濟數據方面，美國第二季實質 GDP 按年率增長1.5%，低過第一季嘅2.1%。消費、投資同出口仍然支持經濟，但整體增長步伐確實放慢。換句話講，市場而家唔只係睇通脹，亦開始睇就業同增長係咪同步降溫。企業業績方面，科技股繼續係焦點。Apple 公佈截至6月底嘅財政第三季業績，收入按年升16%至1094億美元，每股盈利按年升29%。iPhone、Mac 同服務收入都有雙位數增長。大型科技企業嘅盈利表現繼續為美股估值提供支持，但亦令市場對未來業績要求越嚟越高。至於中港市場，中國7月官方製造業 PMI 由6月嘅50.3回落到49.2，跌返入收縮區。呢個數字反映內地製造業需求有壓力，市場會繼續關注政策支持同外需表現。不過，裝備製造同高技術製造業嘅 PMI 仍然喺50以上，代表經濟未必係全面轉弱，而係行業表現出現分化。市場表現方面，恒生指數上星期五收報25,884點，按前一個星期五計升咗約3.7%。美股亦向好，標普500、納斯達克同道指分別升約1%至1.6%。換言之，儘管宏觀不確定性未消除，資金暫時仍然願意追捧科技、盈利同政策憧憬。展望今個星期，星期一香港時間夜晚10點，市場會先睇美國 ISM 製造業 PMI， 大家唔好只睇總數，亦要留意就業同價格分項，因為佢哋會提供通脹同經濟活動嘅早期信號。星期二夜晚10點會有美國 JOLTS 職位空缺，職位空缺如果明顯回落，就代表企業招聘需求可能正在降溫。星期三則有 ADP 私人就業報告同美國服務業數據，會為星期五嘅非農報告提供一個預覽。全星期嘅重頭戲係星期五，香港時間夜晚8點半，美國會公佈7月官方就業報告，市場將會聚焦新增職位、失業率同平均時薪。如果就業同時薪遠強過預期，息口可能要維持高位更耐。相反，如果數據明顯轉弱，市場就會重新估計美國經濟同貨幣政策嘅走向。同日，中國亦會公佈7月進出口數據。早前調查顯示，對美國出貨動力可能轉弱。所以官方外貿數字會直接影響市場對內地外需、人民幣同出口相關板塊嘅看法。最後提提大家，今個星期係就業數據週，加上中國外貿數字出爐，市場波動隨時會加大。數據出嚟之前，宜先做好風險管理。數據出嚟之後，亦要睇埋債息、美元同板塊輪動，而唔好只睇一個標題就急住作部署。以上內容只供參考，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今集理財葉師傅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星期再見。